今年10月6號先至嚟嘅中秋節，係60年難得一遇嘅乙子年中秋，加上今年雙春，亦即係2個立春兼閏6月嘅特別年份。下一次咁樣嘅年份要等到2085年㗎，所以今年嘅中秋喺秋分以後，係一個黃金秋嘅好意頭嚟㗎。再加上今年中秋呢一日呢，又係道教當中嘅天薛日。天薛日係1年先得6次咋。中秋遇上咁樣嘅日子，簡直就係喜上加喜、百年難遇嘅格局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啊！喺6號中秋節嗰日，千祈唔好同人嗌交，要心平氣和咁樣同人相處。壞嘅情緒都會影響到你嘅吉運㗎，知唔知啊？最好提前1日，就係喺8月14嗰日，執好你嘅房間，打掃好你自己屋企，保持乾淨。咁樣嘅話，接落嚟嘅日子你都會有好運㗎。仲有啊，食月餅嘅時候都有講究㗎。8月15嗰日最好咧就食圓形嘅月餅，呢一個係圓滿嘅象徵。晚上咧可以出街行下，吸收下月光嘅精華。